按捺，左下角主页，左下角主页，右上方人头像，上面行动条码，框框右下边小图片，相簿里面找 QR code 的图，上面有网址，明了 QR code。已经装好了啦，在桌面了。桌面右下角这个就是了。到那个要扫描的地方，超商的要扫描的地方就有。